你种啊，没有去想过讲安尼要矮化到这个。这个从矮化会当推广，会当推广。那伊安尼是成功的啦，我甲看伊这样是算很成功的案例。因为阮较早咧种龙井吼，是拢干那记话、记面顶尖话一条尔，啊，唔敢甲矮化甲即款的，惊讲安尼来吼产量无，啊，佫唔是，产量佫悬。少。有诶就要听，有诶就唔听，我拢总听，我拢爱矮化啦吼，矮化落吼，无较输啦。像早这生伫遐风台来拢无要紧啦，拢透袂着啦。矮化落绝对有较赢。啊你也无矮化，龙井收龙井有危险啦。真一人龙井甲写甲你坐轮椅诶，真济，无咧价值啦。我就安尼想啦。咱这个龙井奶汁呢，这个减产啊，最主要这个原因呢。有两项，第一项呢，就是讲受到咱这个暖冬气候的一个因素呢，差不多过年了这个2、3月的时阵呢，一直拢无雨水，所以呢，咱造成咱即摆这个开花期的时阵呢，变做讲无水分甲灌输，所以变做伊的壁要开花开袂起来，拢变做硬红去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呢，就是讲这个荔枝春香。你即摆要壁新硬起来的时阵吼，咱若无去甲洗药啊，无甲管理，所以开花出来，拢互立春春香，拢食了去。所以呢，才造成咱这边呢，这个龙井呢，这个产量呢，全面的。你的龙井种偌块8分外。8分外。啊，你这什么品种？什么品种？分开啊，分开啊啦吼，这分开啊，拢乾白啦，拢袂水水啦，啊籽真细粒啦，真甜呢，会甜啦，拢乾白啦，这其他拢搁遮大粒咧嘛。等，好你看啊，上你要啊，你就压落去，好，来再去。哦，哇，这个大趴，你讲你10万年前都矮化。你10万年前拢会有你将来人矮化。功课了，啥你见拢无影响就对啦，只要顶间有采访到。卖矮化无啥遮大粒啦，面顶我拢记掉的。面顶拢无啊。那你说怎样？来，要讲啥？啊，你若能够错掉了，一定系面有乌哟。我那么哦就不可以。啊，你方面哦。啊没的的人死不能复生啊，我不然嘛。啊可是后来人家一直农会也是称赞他，一直在称赞他说真的也可以啦。啊，觉得我就一直跟他讲说，你看到你以前一天能够摘多少，我现在一天能够摘多少，而且现在是工商社会，像我们年轻第2代，我也没有时间来帮你回来摘，我看你每天在那边摘也很辛苦，然后我又于心不忍，那为了这样子说避免说把它拆起来讲，我是利用说礼拜六、礼拜天3个礼拜六、礼拜就全部把7分地1万多公斤全部把它采收完啦。一天我可以采到3000多斤啊。你说矮化之后，对。啊，如果平常没矮化的高的，今年龙井实在是要收贵，听农民咧讲今年减收超要9成，所以讲去菜市仔买时1斤150块，听着拢惊着，你知道？所以讲今日来现，而且食着这，听了才知影讲真正龙井实在减真济去，真正好食，赞！赶快砍，要不然那也很难沟通说，要不然砍下来他也很舍不得。这些树林都大概几年的树林了？50几年、60几年都有。50几年哇，那本来是有多高？本来比高铁还要高，至少有4层楼高。本来，然后那个底下那个树干粗都是50、60公分粗，现在底下也有很多很粗的。所以你大概砍了多高？就砍到剩下1米多。砍到剩下1米多。